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芊。那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桃园站唔过停电，半个月内拢总停20多届啊。台电讲是设备旧啊，核电敢要继续放，会尊重民意甲决策。桃园一间幼稚园熊熊要收起来，8块家长唔知要甲囡仔送去倒。教育局讲会甲这寡囡仔转去别间幼稚园。气象署预测拜三东北风转强，各地头会落雨，温度春无到20度，爱等到拜五温度才会豆豆回升。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桃园最近不3时都咧停电，早暗时阁有3000多户失电，因为这半个月内拢总停20多届啊。电力供应的问题是引起讨论。即阵核实的董事长董祖贤已经表态，讲支持核一厂甲核3厂要继续放。不过台电表示，桃园最近常常咧停电，是因为设备旧啊。若核电敢要继续放，会尊重民意甲政策。7、5暗，桃园街路规个乌酥酥，积村路顶一寡光线，因为桃地区阁停电啊。包括捌到大溪平镇有3205户捌无电通用。顶日就有媒体做调查，发现有57个民众停电加吊起，也毋过有达到60个民众更加烦恼欠电还是跳电。现在还没到高峰的时候就这样，蛮危险的。做好是他有计划性的做啊。并不是说我这里坏了才去修。讲到跳电，最近上感觉困扰的，恐惊就是桃园地区的民众。初五，敢若桃园龟山甲18南口有6627户停电，原因是地下电缆故障。初四是桃园、大园甲中立地区约2800户停电。初三伫中立的环北甲幸福路有约5000户停电，原因是架空电缆故障。不少桃园人拢想要问，什么时阵才会袂阁停电呢？我们其实都在加速这个区域性的这个所谓的地区馈线的自动化建制，也会盘点它的设备的这个相关的线路的配置跟人力的资源。对欠电价电价议题，核实董事长董祖贤上节目表示，因主张核2、核3研议，另外各将核1甲核4增上芬兰上新的技术 OL3 反应炉，对当为台湾带来3成核电，平均电价也会降低3成。核2、核3一起研议，那对于全台的供电稳定都会有帮助。更何况现在核电的每度电发电成本，根据台电最新的官网资料，只有1.1元，对于电价的涨幅至少可以获得有效的抑制。核31号机7月就要除役，2号机明年除役，供电分忧几率继续升悬，加上最近真侪县市拢有停电状况，传出经济部处长詹文生5日空了后正式接任台电董事长，安怎降低停电率会加做可见？记者综合报道。这台铁的车票已经29年拢无起价啊！今年开始台铁公司化，大家拢咧看这票钱敢会起。交通部表示，国外的进程都和台铁讨论过，苏当时是决定讲，希望台铁等整体分析和完整，才过来讨论。另外，今仔早起已经通过临时提案，讲这地动的灾区完全和原进程，东部的火车票钱拢袂使起价。台铁今年册公司化了后，已经29年无起的票价，敢是会得咧调整，引起各界关注。第一台台铁经济立法院核准铁路运价率公式合理报酬率3%至5%，试算出3个方案。调整了后，基本汇率分别是一个人1公里1.98块至2.11块不等，起的幅度差不多是35.62%至44.52%不等。再去交通部处长吴湘林伫立法院表示，国外国进前确实有甲台铁公司讨论调整票价。不过，因为迄当阵相关的分析也无完整，所以希望台铁会当早登去建议。台铁公司所提出来的一些相关的分析，我们认为还不完整，可能这些分析需要包括一些它营运的基本条件，还有一些外在社会经济以及我们这个运输市场上供需中间的这些变化。吴湘林表示，了解台铁提出的3个方案是过去讨论的方案。不是即卖咧执行的，按算下半年会提出。到时台铁调整票价是虾米款的内容会较清楚。有立委认为讲，花莲地动了后，东部的观光受到冲击，车票若阁起价，可能会影响东部的观光，所以临时提案，东部灾区完全互关进程，台铁东部的票价应该卖起。因为它是灾区，所以
我这2年3年维持票价的原定。针对花东的相关台铁的这些如果说有涨价与否我们来讨论是否给予专案的这样的一个补助其实也达到同样的效果了。针对灾区或者其他的特别的专案，我们在那种情况改善之前，我们去动涨，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是考虑。欧尚林表示，目前东部的运量甲服务的品质已经有提升，在东部灾区完全复原进程，代替东部的票价未起。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甲民众党的立委本地拍算5月16日要去太平岛，不过今仔早起国民党团开会了后，外交国防委员会调委马文君表示，因为过当天5月17立法院有真侪重要议案要表决，惊讲天气歹会袂赴倒来，所以决定要取消行程，另工才上太平岛。到太平岛来做一个试导，那对国防部来负责执行这个任务，我们都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了。对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调会马文君按算16顺应19岁国民党、民众党立委坐军机去太平岛，国防部副部长齐安普透早受访，才讲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不过在国民党团会议了后，所决定延期。这个会期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相关的法案都要表决，所以在这么长的距离之下，尤其在天后，万一有什么状况，大家回不来，也担心没有办法去表决，我们会择期来登太平岛。太平岛周遭的环境是蛮复杂的，那要去是时间可以吧？当然可以，配控制我支持。只是我因为个人去过很多次了。马文君解释，因为17立法院要表决国安5法这法案，因为国民党团希望全部拢到位，烦恼天气状况可能会影响军机起降，所以决定延后。原本因为行程安排无报名去的国民党军系立委陈英康是讲，家己支持领导也认为南海情势会控制。迷途知返，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是谁让国民党突然醒过来的？发现这时候去对国家无益，对区域稳定无助。我们也希望立委们呢，也应该要考量国安单位所得的建议然后在现在这一个时刻呢做出最好的选择。行政长陈建仁对立委的权责表达尊重，不过只指出太平岛周围海峡情势不稳定，呼吁委员应该考虑国安单位的建议。记者综合报道。立委黄国昌也空讲，总统蔡英文捌和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来敲 NCC 的人事案，总统府是已经否认啦。NCC 的主委陈耀雄嘛讲伊无清楚，若讲若这人事的部分引起关注，早起立法院是针对假电视的争议表决通过，要求 NCC 要伫3天内提供相关的资料。民众党立委黄国昌顶一日也出来讲。总统蔡英文甲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朝 NCC 人事去总统府访问了后 ，NCC 主委陈耀雄今仔日做出回应，伊讲伊并不清楚。这我不晓得，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这个事情。那所以关中兵也是蔡英文敲出来的吗？我刚才跟你讲说，我们不晓得这个事情，也无从评论起。毋但 NCC 人事案受到关注，立法院甲交通委员会再去进行假电视新设、甲后续争议、甲调阅专案小组会议。将其尾7票赞成，6票反对，表决通过提案，会发文予 NCC， 要求伫3天内要提供假电视相关的资料。是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或是其他的重要事项才会有所调用去的问题。那我们就会跟这个立法院沟通。那如果我们也尊重立法委员的监督权，这些资料如果说立委认为有需要，那我们可以再讨论要怎么去处理。其他的话，我们就是依照宪法规定去处理。总统蔡英文再去参加台大国际政经学院揭牌仪式。因为你们将来有希望成为总统，我相信，我们这个国际学院将来培育的人才，不只是总统，而是全球性的领导人物，不仅是在政治，在各个领域都会是一个杰出的领导人物。台大今年2月份得到教育部的核定，设立国际政经学院，会培育下领域政经方面出色的人才。那总统蔡英文卸任了后，敢未来教册，嘛引起讨论。非常希望总统可以来演讲，可是总统不会来这里担任教授，延揽一位国外知名的学者来担任我们的院长。我们这个聘任还是要经过一些委员会的审议才能做。台大校长陈文忠表示，会邀请蔡总统、企业界、甲国际级的学者来办讲座。
后续的规划会邀请国际学者，经过相关的审计流程了后，来担任院长。按照明年9月份就头一批硕士生。记者综合报道。去年警察抓到台中一个嫌犯卖牛浆果，共骗28亿5,000万，已经获检方起诉啊。不过，这阵警方是搁查到这个嫌犯有开一个虚拟宠物投资平台，来赚侥幸钱。嫌犯是等受害者投较侪钱了后，都共骗讲，这个平台互骇客攻击关起来啊，害受害者是了解无家伙。这案是拢总有31个人受害，了上亿。警察详细清点证物，也有几若本假金铺仔甲现金，甲涉案的姓刘的主嫌甲共犯拢总21人，带回去侦办。姓刘的主嫌伫去年用经营牛浆果的名义，甲受害者骗28.5亿，互北检起诉。不过警察阁查到讲，伊有成立虚拟宠物的投资平台，甲人拐钱。他会依照他养成的天数、领养的时间、养成的天数啊，还有一个收益的状况，来做一个给投资客做一个标的，依循的获利的部分，那他有所获利，他当然就会加大他的金额。警察表示讲，嫌犯成立虚拟宠物的投资平台，创造无共级数的猫、鼠、鸟这类动物，互投资人领养。讲投资愈侪工，就赚愈侪。佮举办真侪场说明会来推广。毋过，煞伫咧投资人增加投资了后，借口讲平台防攻击无法度开。警察调查目前有31个受害者，黑心钱赚买1亿。也台中的警察嘛抓到一桩生计位的诈骗。手机先给我，手机交出来。你现在是涉嫌诈欺案，你现在涉嫌诈欺案，我先跟你讲。警察探查处民告的时阵，抓人，警察表示讲，姓林的主嫌卖受害者生机位，佮用诈骗集团假做人客，骗人讲真抢市，欺骗受害者若要生机位，佮加入业务的工课。王姓被害人惊觉有意想收手退出，对方竟还要索讨新台币150万元，方能赎回自己的本金。警察甲姓林的主嫌甲共犯上班嘛提醒民众，若是讲生机位甲灵骨塔这投资的，拢应该提高警觉，避免受害。记者台中报道。来看桃园的路竹有一间幼稚园，雄雄通知讲7月要收起来，因为边仔幼稚园拢无名额，地数有150个家长毋知要甲囡仔送去倒位读册。桃园市的教育局表示，会保障囡仔的权益，甲因转去别间幼稚园。若讲要收大这间幼稚园，目前是无发表回应。法通知书表示，受少子化加政府公设回应地加准公用化幼儿园影响，招生不如预期。桃园路竹这间幼儿园雄雄宣布，学期结束就要休困，家长拢硬气。新闻周边的幼儿园拢只剩候补的名额，也无法度过正班，家长就组织自救会，向教育局来求援。目前真的都很彷徨了，要停业，应该要在妥善的安排好所有的孩子之后，甚至应该也要做一个说明会，让家长能够更放心。传出要休困的这间幼儿园，扣掉今年毕业生，也有114人，加上新生34个，总共148个囡仔。教育局一方面盘点附近公司的幼儿园招生名额，为转介学生做准备。另外，也甲幼儿园沟通协调，继续经营到即马，所有的囡仔毕业或者是转让经营的可能。本局已督导该园确实调查幼生家长转介需求，后续则由教育局全力协助幼生顺利转介至他园就读，以保障幼生权益。尽快的将小孩有所安顿，后续的究责、后续的规范，我们再来尽速的拟定，避免小朋友在开学的时候没有学校可读的窘境啊。针对幼儿园雄雄休困，机关指挥即马上调是先安置囡仔起厝，毋过讲到囡仔真无简单适应环境，搁要争取无熟悉环境，也烦恼分离焦虑。强烈要求教育局事后一定要有明确规范甲配套措施，避免同款的情形搁一摆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小港有一栋新起的大楼，防指控讲施工害厝边的地基塌落去，地下室漏水。经过土木技术工会鉴定，判定零损，建设公司赔224万。不过建商摕到建照了后，煞翻头去告一寡厝边，因讲厝边不动地雷。
住户甲干仔囥伫涂骹，虽然去较低的所在证明地面是起的，表顶嘛有明显壁损，不过几啊届也是佫出现。住户指控，自民国108年11月开始，边仔咧起大楼的时，就发现因公寓的壁开始下水，逼开地站啊立道。后续甲台湾建设协调同意透过台中市土木技师工会鉴定事件，确认有损害。建商嘛依法赔偿征收含法定价的4项费用，计共224万，做精算颠倒，互建商各不当得利。既然你不承认的话，为什么当初你不直接诉诸法律，由法院去判说，这个合意书无效，这个鉴定无效，而是在你取得使用执照之后，你反告我这12位所有权人。最后代表讲，这个案件因为原地互市府立管，建商解除立管后，摕到建照就去批评得到原告，还附近10户12个房屋所有权人控告。因讲当初时就已经找公证单位鉴定，即马煞无要承认，搁另外找无经过双方同意的单位来检验。创下台湾建商史上第一个有人家零损之后又告人家的。建商到打无接受采访，敢若透过文字声明表示，建案地下室施工3年外，未因为地质的问题损害边仔徛家，而且台湾省土木技师工会嘛鉴定无共损害，边仔徛家真侪拢是已经要40年的老公寓，嘛违法征收防火项，说由原要甲因公司讨赔偿，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等待判决，嘛强调若有损害公司名誉，会依法维护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经政署分配上新的防庆记的家，不过内底房仔煞是一凹就变形啊！基层警察就批评讲，这保护效果歹。有立委嘛质疑讲，这个厂商放列入去黑名单真侪届啊，是安怎佫会当标着标案呢？对此，经政署表示，经过检查，已经甲1,400多领家收转来替换，未来嘛改善投标的方式。断了，这个好，所以你说这样子的瑕疵品，谁敢？你看，你都有力量把它拗断了。一凹防弹衫内底的抗热焊帮，都真简单凹甲变形。目做经济的新北市议员林国春讲，安尼代志，基层环境乃用了安心。那位王宏伟等人找来举行记者会，指出经政署上新配发的防弹衫，互基层批评防护效果无好，因为得标厂商真侪摆被列为黑名单，为什么一直得标呢？这个表格里面洋洋洒洒，都是他所承接的政府标案。那你可以看到被 mark 起来的地方，就是他从106年之后，他陆陆续续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被列为黑名单。警察为人民的性命安全出生入死，现在不孝商人把图利的念头动到了保护警察的生命安全的防弹衣上面绝对是罪大恶极。因为这批买将近6000件防弹衫当中，在基层反映了后，已经检测出差不多1400件无合格率真悬。经政署强调，因为厂商制作过程工序问题，已经依照报告要求按换。资格标都是符合资格，那不是行政我们在查，在开标前都要上网去查，那查的结果都不是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公告的拒绝往来的厂商，他有送样衣，他的样衣是合格的。全地会要求全面拢按换，不过经政署强调，一切要依照采购法的规定进行，也强调未来也会改善投标、得标的方式，才袂互同款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的立委提出修法，要具法保证健保点数的价值，改善医疗机构了钱情形。早起立法院卫权委员会办公厅会要收集专家学者意见，8大医界团体嘛联合召开记者会，希望健保的点数1点就算1块。若无医护人员因为薪水少走了，医界保排度会上街头抗议。人民健康不打折。全台8大医界团体代表甲国民党立委初六早起，赶在立法院召开公听会进前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将健保总额制度由即卖支出上限制改做支出目标制，而且希望保障健保点值每1点1块，避免医术机构长期了钱倒去，医术人员因为薪水上低却离职。官员的眼中也许只是数字，但是在我们医事人员的眼中，它代表的是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人权、我们的工作权，是不是有得到政府的尊重？1.1亿元超过的部分打折给付，由公务预算来补贴。
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就不会影响到民众的所谓健保费的立刻要调涨的问题。卫福部报告指出，那将健保点答保障计划恐惊冲击健保财务，以713年为例。报告1点1块，需要另外挹注7755亿，而且每年成长。那维持境外汇率5.17%，安全准备今年底会出现报告。健保会付费者代表佮批评，健保财务陷入困难，政府应该负上大责任，建议将健保费基改作交予总所得制才公平。另外，也要全面检讨支付的制度。如果没有合理的保费的费基跟正义公平，你的费率就算加到6、加到10、加到12，都是不公义。必须每年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好，如果没有预算来挹注，好，则必须面临健保调涨的这种窘境。卫福部强调，健保总价制度已经实施16年，而且采用收支联动。针对立委的提案，将医疗服务点答每点1块，或者是0.95块，无够部分就由其他财源补补。啊，毋过预算编列，爱前一年度编列，啊，若无就爱由健保基金来执行，到时阵恐惊马上面临起保费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立委齐卡心亚康外交部甲捷克卫生科技院签美金1000万的秘密合约，互资金无法度追查。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讲，这款讲法是无影无迹，强调台湾和捷克合作援助乌克兰拢是公开透明的，相关的文件拢有送去立法院比查。若针对这案，齐卡心涉嫌盗窃公务机密的代志，外交部会采取法律行动。外交部对于本案涉及泄露公务机密的一事，将准备采取法律行动因应。外交部大前的反击发要提告。台湾基进党透早嘛去台北地检署，告齐卡心涉嫌公务人员涉密顶罪。因为顶一日国民党立委齐卡心公布一份外交部甲捷克卫生科技院 CHTI 签订的1000万美金援助乌克兰的合约。这个外交部无说明安怎招标，而且迄个会议的主持人甲捷克正常关系是真密切，可能互台湾援助乌克兰的款项间接介入捷克的内政。第一，有公开招标吗？有公开遴选吗？是所有的医材厂商能够公平的参与这项计划吗？第二，买了多少，跟谁买，清单能不能够告诉立法院？现在目前完全都是在一个保密的状态，不让我们知道。齐卡心嘛指记讲，这个计划其中300万至400万要买台湾的医材，是公开招标也是限制性招标，应该讲明明。而且认为讲，政府签订 MOU 的时阵，并无对外说明，而且佫列做秘密文件，要到民国122年的年底才会当解密。外交部强调讲，绝对无秘密合约。对于我国的外交处境特殊，只要台湾与理念相近国家进一步合作，就会遭到阻挠。这也是外交部以密件处理备忘录文件的主因。但相关文件均依照法定程序送立法院备查。立法委员均可调阅，所谓的密约根本无稽之谈。外交部讲，目前无排除是中国入地作战的行为。行政院长陈建仁嘛批评讲，齐卡心加入外交甲国防委员会立委，真清楚会当调阅资料，刷公开秘密文件，不实的消息直直喊，这对推动外交完全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墨西哥发生一桩枪杀案，有一对澳洲的兄弟仔，甲一个美国人，拢总3个外国人去墨西哥出营甲露营，却是失踪1礼拜。落尾是伫水井发现因的尸体，警察怀疑因互歹徒抢劫，开枪弹死，目前已经抓到3个嫌犯。由于刑案封锁线，军警伫附近继续搜证。墨西哥最北边的客家州传出一件抢劫命案，3名死者身份分别是一对澳洲兄弟甲1名美国人，家属已经去墨西哥准备进行检尸。Nos obviaríamos el resultado de las pruebas de ADN o de genética. Si ellos manifestaran en algún momento que no tienen la certeza completa que se trate de su familiar, entonces nos iríamos al tiempo de las pruebas de genética.
检察官表示，3名被害者的遗体伫双坑边的墾井内，互发现时已经烂尾了。因小招来遮一个重阳性地重庆甲老爷煞离奇失踪1礼拜，家属都周目协寻。检察官也指出，被害者疑似发现皮卡枪头体甲嫌犯发生冲突，想要抵抗的时，为头壳方形形式的枪杀。No fue un ataque en su calidad de turistas, fue con el ánimo de robar un vehículo. Seguramente desconocían, y así hay evidencias, el origen de estas personas. 不少当地民众组织示威，也标语写因只是想要重庆甲澳大利亚，我家己同在。客家州是墨西哥暴力犯罪上严重的州之一，虽然恩森纳达地区风景为较安全，也吸引真侪重庆者慕名来。A colación de que llamó la atención por tratarse una cuestión internacional, ¿no? A lo mejor si hubiera sido alguien local, a lo mejor ni la policía acá hace. Es una realidad, ¿no? Ustedes lo conocen mejor que yo. 墨西哥警方目前已经逮捕3个人，各位嫌犯的身上超出病毒等非法药物，甲其中1名死者的手机啊，专案由院咧调查。公司新闻台为您编译。以色列甲哈马斯要为了停战，以色列政府指控境内的半岛电视台咧替哈马斯讲话，所以以色列下禁令要求半岛电视台停止营运，切断通讯必须设备。那半岛电视台是批评以色列打压新闻自由，违反国际法。伫以色列纳坦雅胡政府下令查禁了后，半岛电视台伫以色列报上频道5号完全断线，因无显示用西部来文发布的停播消息。另外，半岛设伫耶路撒冷大使饭店办公室大门被打，以色列通信部长卡尔斯签署禁令，内容包含关半岛伫以色列办公室没收广播设备，切断有线电视甲卫星公司对这平台报上，而且封锁网站。This decision is a very dangerous one. Israel cannot claim all the time that she is a democracy, that it's democrac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cutting and prevent the journalists to do their job, their professional duty to deliver all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facts and the truth to the people. 保安国家卡达出钱设立半岛电视台，总部透过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的罪犯是一种犯罪行为，讲以色列打压新闻自由的做法违反国际法规，要找出一切影响的法律管道，维护自身权益，保护记者，来维护大众的权利。伫以色列境内新闻报道会继续落去，未断去。We will continue to be committed to the objective coverage that we have been committed to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war. 以色列查禁半岛电视台做法，也引起真侪人权甲新闻自由团体批评。以色列民权协会向最高法院提请诉求，要求发布临时命令推翻这项禁令。外国记者协会是伫声明稿当中指出，以色列即马加入查禁媒体独裁国家俱乐部，高经过纳坦雅胡即马也无权利政治其他会认为无优先的外国媒体分布。加沙战争爆发7个月内，已经有超过100个记者殉职，其中96人拢是当地巴勒斯坦人。刺杀世界新闻自由之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伫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的第31届世界新闻自由大会，就将今年的新闻自由奖颁予所有报道加沙战争的巴勒斯坦记者，表扬因伫面对困难甲危险环境的时阵表现出来勇气。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初5开始出访欧洲3国，头一站去法国的巴黎，这是习近平当5年搁再出访欧洲，刷落伊会去塞尔维亚、匈牙利，希望这撮去会当改善中国甲欧洲的关系。咱5年搁再访问欧洲，习近平去到巴黎，法国总理嘛亲身来接。今年是中国甲法国建交60周年。习近平希望这届会当打破欧美的体制，改善经贸关系。习近平嘛有投诉法国的媒体，讲愿意甲国际社会做伙找出解决危机的方式。不过，这届出访抗议的声音嘛袂少，有西藏的人士伫习近平车队沿路有布条抗议，要求中国唔通阁侵犯人权。来看美国大学校园针对以下冲突的抗议是愈加愈严重。伫密西根大学有警察举光卡达车来阻挡抗议的学生。那伫咧维吉尼亚大学有警察直接甲学生的布边硬拆掉，强制关人。根据美国媒体分析，
这届学生的示威可能会害拜登无法度拼连任。甲自行车行悬，美国远景用自行车挡伫抗议学生头前，甲学生向外靠塞。以下冲突的停火协议也无结论。美国大学学校针对以下冲突的抗议行动，说世界拢是。美国当地周三暗时，密西根大学的艺术博物馆外口，因为抗议学生组织，和南亚远景用自行车驱赶人群，佮拘留一名抗议人士。测试迄一天，维吉尼亚学校内底的草地，因为和数十名学生大爆棚占掉的，和警方跳渡爆棚驱赶，佮逮捕真侪名抗议人士。根据美联社报道，这届由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拖美国学校示威抗议潮，为4月中旬以来，已经有超过2000人被逮捕，佮豆豆拖去其他国家的大学。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甲以色列政府的联名，在美国社会内底本来就充满争议。暂时在着学校内底示威潮甲大爆棚抗议了后，又搁出现警察进入学校镇压，和社会的冲突愈来愈大。报道分析，美国会伫11月办总统大选，暂时民调显示，拜登伫30岁以下选民的支持率只剩5成，比4年前的61%搁较低。而少年选票是拜登伫2020大选内底胜选的关键。但是，这场学校示威潮继续拖，有可能严重打击民主党内的团结甲执政能力。而失去少年人支持的拜登，一定会影响伊的连任选情。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镜头跟来国内立夏拄过，天气是真烧热。不过气象署提醒民众，休啊唔通收遐紧，因为拜三东北季风转强，温度会落到剩无20度。尤其是北部、东部早暗骑车出门，上好是爱加套一领衫。爱等到拜五，东北季风转弱，温度才会豆豆回升。天顶高高的云是受到台湾北边海面风面的影响，不过气象署表示，这波风面对咱的影响无介大，敢若东部爱注意拜一暗到拜二透早可能会落较大的雨，一直到拜三东北季风转强，才会有搁较高的水汽。除了东半部共款会受到上大的影响，其他地区也要注意准雨和西北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在花东这一带受到偏东风的影响呢，还是有可能在我们的花东地区甚至在宜兰的部分地区出现比较大的雨势礼拜二的天气形态跟今天来讲是类似的，主要的降雨呢还是会是在东半部地区，东北季风又要增强，而且伴随华南有一些云系开始逐渐东移所以礼拜三相对来讲水汽是比较多的。气象署表示，虽然拜一、拜二天气较烧热，不过拜三规天到拜五透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头温度拢会降低，尤其是北部。透早和暗时骑车出门的民众上好爱加套袖啊，一直到拜五日时开始转透东风，甚至东南风，温度才会回升。8号、9号这2天会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温度来说呢，尤其是在红色北台湾的部分呢，会比今天明显的下降。8号的一整天到9到10号礼拜五清晨这段时间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北台湾的部分早晚会明显的变得比较凉，清晨的低温或落在20度的附近，空旷近山区的部分还有可能在1、2度哦。气象署也提醒，拜六礼拜豆豆转透南风，温度回升，全台湾上高温上无拢有28度，准讲无落雨，天气会较翕，不过也是要注意会有一寡南山雨和山区的西北雨。记者刘新武、林旭凯台北报道。最近天气无稳定，云林的滋润、四湖甲大溪，因为4月中旬甲下旬上大雨，四街食伤侪水，全闭开。目前是交予农政单位来勘查，若准损失超过2成，会甲农业部请天灾救助，1公顷6万2000块。本地当采收的西瓜，却因为落大雨了后，吸收伤过侪水分，开始出现闭气的情形。云林理论西瓜农就讲，西瓜闭气到烂期只有短短2-3天，希望相关单位赶紧来认定再算。咱即摆上底程序，甲即个灾害补助是毋是有啥物程序甲紧，咱紧公告，安尼咱农友甲有法度申请，无你总。其实阮翕上起来，有当时也去甲公所换整甲规半步啦。就是有影是不管大龟小龟吼，白龟真严重吼，这甲雨水实际上有一定的关系，而且烂了真紧，所以当然咱而且特别要求咱的农粮署吼，甲农改场会当派员赶紧来，二这几天来做现地的勘查。
同届场表示，婚姻西瓜产期部分集中伫咧5月采收，即届拄好等到4月中过后落大雨，经过初步认定是受到雨水影响。那农粮署是希望西瓜农赶紧向地方公所通报灾害。有收获面积爱超过5%，咱的损害的程度若超过20%，这就用达到咱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咱天然灾害救助标准若有通过的话，有公告1公顷是补助6.2万。婚姻关农业主表示，最近天气变好了后，包含离伦4号大西拢传出着西瓜损害情形，目前又在地公所统计再生面积，结果来向相关的农政单位申报，来维护农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通过行政交通安全实施条例，要求中央和地方要制定计划改善交通。不过有一寡地方政府认为新法煞袂行，亲像宜兰市公所，干那要甲中山路3段的变电箱拆掉，都因为无经费，无法度处理。行伫宜兰市中山路3段的人行道，会一直互变电箱阻挡。若拄好这路段无电话卡，民众都爱驶过变电箱。行伫斜路，人车将道真危险，互行人真困扰。有时候会很危险，有时候假如说有那个妈妈推小孩子，有时候都会去撞到。如果可以改善的话是更好。毕竟行人走的地方。立法院通过行政交通安全实施条例，规范中央甲地方爱订定行政交通安全推动甲改善计划。若遭有妨碍行人通行的固定设施，爱要求限期改善，违者相关会当罚15万。会在相应的新建工程或者是环境改善的部分，才会一并去做下地的一个动作。也毋过部分地方政府认为新法推动困难，以宜兰市中山路3段为例，主管机关宜兰市公所认为，因为无争取到环境改善的相关补助，工程经费可真大，短时间真歹移除人行道变电箱。地方政府会来持续的关注整个相关执法跟施行细则的公布的时间也来能够了解整个相关细节如何来执行。县政府表示，目前新法也未看到相关执法甲施行细则，也无法度执行。会伫相关法规出来进前，周边有算，针对爱改善的人行道进行盘点甲规划。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交通安全，这大架车的事故数量是真多。伫咧2023年造成死伤的人数都有13599个人。路权团体是呼吁主管机关要加强执法，直接要求大架车的业者改善，甚至是停业。若无这款情形，永远都未改善。4月20日，台北3总头前一台沙石仔车，那像因为视线的死角，甲一个过车路的附近人搞死。时间搁转去到4月初6，大陆四线嘛发生有一台沙石仔车未负打洞啊，甲一个停红灯骑重型机车的骑士撞死的事件。无到20天，小连续发生2件大型车死亡的意外。而且拢是同一间业者上坤运输公司。这一间上坤运输公司在监理网站上面多打了2000多件的交通违规，包含了他可能拒绝验车，但他如此轻率的态度，把我国的监理规定当作塑胶的业者，他却可以照常营业。行政院死亡推动联盟指出，过去15年来，大型车造成伤亡的人数冲悬1.6倍。过去2023年，大型车就造成13599个人伤亡，数字是真惊人。违规罚款已经成做驾驶的成本结果，先罚就罚物件。只要主管机关无强力执法，大型车无改善，有关是伫路面走的无定时炸弹。在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之后，是不是要经过详细的调查，然后呢，依照公路法第47条要求业者改善或者是部分停业呢？针对业者部分做一个裁处的一个动作，大概罚了2万块然后发现他们公司在车辆的预检、还有重大违规、还有驾驶人违规趋势大概有偏向比较高的一个迹象了，要求他们在6月30号以前完全改善了。时代力量主席王冠如表示，以4月初6的死亡车祸做例，主管机关乃当调查清点高风险的业者，事先甲稽查辅导做好，事后确实执行，等业者有改善了后，才阁恢复营业。那安尼可能就袂发生这危险的代志，而且呼吁若有不良记录的厂商，应该禁止参与公标案。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的救伤中心，当年是100多只野生动物，鸟仔类占上多。最近动物园是连续救到2只目睭着伤的暗光鸟的鸟仔囝，
目前拢已经恢复健康啊。动物园嘛呼吁民众，若是伫野外看到鸟仔囝，家己一只伫遐，就爱敲1999通报，唔通乌白甲鸟仔囝捡转去饲。两对目睭圆高大蕊，看镜头模样实在真古锥。这是暗公鸟的幼鸟啊！顶个月，互农业局送来寿山救伤中心检查了，发现因的目睭甲某受伤，怀疑可能是互弄到。加在经过治疗，目前已经大大恢复。最近小连续有2只暗公鸟的幼鸟啊送来动物园，因为幼鸟啊佫袂晓飞，袂找物件食，爱等因学到野外生存能力，才会当放线。我们就是经过一些眼睛的检查之后，我们现在是把眼睛暂时的缝合起来，然后给予点眼药，然后观察他眼睛恢复的状况，放一些活鼠让他自行捕食，然后再看能不能野放。寿山动物园救伤中心，但年拢会医治100多只野生动物，是以高山仔、鸟仔、扁禽为主，其中鸟仔受伤的比例是占2/3。目前救伤中心内面有8只受伤的暗公鸟，大多拢是互弄到，嘛有时仔断去、神经出问题等等的状况。可能有时候他们在训飞的时候幼鸟落巢，但其实他妈妈可能亲鸟就在附近。如果一旦把它带走，它可能就是学习的能力会，当然就是还是由亲鸟，带着它们会对它们的生存比较有帮助。兽医表示讲，因为暗公鸟适应能力真强，除了一般像人，嘛会出现伫都市绿地生活环境是甲咱人有顶塔。呼吁民众若是看到幼鸟啊，千万唔通捡转去饲，也是交互相关单位协助治疗。记者钟义辉、屈兆勇高雄报道。今年第一季，全台湾拢总饼3200多吨海洋垃圾，比去年同期是加600吨。台东县环保局顶礼拜去饼海保饼2届，都清要1吨啊，煞同款是清袂了。环保局表示会加强来巡查，嘛提醒民众去海边啊，唔通甲垃圾乌白搭。绿岛都要进入热人海洋旅游的大月，因为绿岛的秘境油啊湖，发现有袂少海漂垃圾。顶礼拜，当地民众甲台东县环保局发起净滩，要到1点钟的时间，都清出要100公斤的垃圾，上侪是为附近的国家流过来的塑胶垃圾。其实保特瓶居多啦，还有我想不止我们台湾的垃圾，应该很多垃圾也都是漂洋过海来的。伫台湾本岛的东海岸，嘛有袂少真水的海沙堡，亲像伫台东县嘉罗兰风景区附近的废弃海洋牧场海湾。差不多2公里长的海沙堡，即马四界拢是各种海流的垃圾，还佫有塑胶粒啊铺伫海面的。也若绿地，就算有放禁止倒垃圾的广告，嘛有民众无咧收，规堆的垃圾砖咧乌白片，破坏在地的景观。环保局表示，会理清土地主管机关来要求清理，嘛加强海岸的巡查，处理乌白蛋垃圾的情形。不过海漂垃圾的问题实在是真恶管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透过垃圾的分析，然后协助，然后把资料报上去给中央，然后由中央那边的主管机关去做国际的共同的协防。海保署统计，今年全国头一季的海漂垃圾清理差不多3200吨，比去年同期增加600多吨。台东县今年头一季嘛清出要1吨的海漂垃圾。环保局强调讲，海漂垃圾是管护清除的重点，嘛呼吁民众唔通伫海边啊乌白蛋垃圾，避免佫变作是海漂垃圾。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垦丁的龙溪生态保护区，因为海墘是酸乌搭，这海水若拍起来，垃圾定定会掉伫咧石头仔旁，真歹清理。垦管处就专工请山难救助协会，用因对工的专业来倒清垃圾。伫屏东垦丁的龙溪生态保护区，是生态观光真受欢迎的景点。当年休园的期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拢会清理海岸的垃圾。不过，因为当地是酸乌搭的地形，岩石起起翘翘，真侪废弃物会卡伫真恶清理的所在，要处理嘛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请山难救助协会来斗3工。特别邀请中华民国山难救助协会，利用其优越的垂降以及攀爬能力，协助清理垃圾，约清理出500公斤的垃圾，以保丽龙及保特瓶为大宗。队员用因专业的技术甲器材，八悬八低，甲卡伫咧石头旁甲坎卡顶顶的垃圾，一个一个捡起来，放落落甲底。经过6点外钟，总算甲垃圾捡清去啊！
很多漂流的垃圾都在这里，很困难的地形，我们把垃圾都清理干净。这是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昆管处呼吁，民众若去观光景点旅游，本身唔通乌白乱弹，避免流落海里污染环境。协会嘛表示，未来每一年拢会协助昆管处做伙清理海岸的废弃物，希望透过因的力量，为海洋的环境尽一份力量，共同守护咱的自然生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到4月底，全台湾本土天狗节的病例已经有163例。虽然台南是还未传出本土病例，不过发现6例带病入境。所以市府嘛提早做防疫的准备，为4月开始掠厝内有阿早积水探病源头，到当时已经开42场活动。替防治单位家己研发的天狗膏啊，透过电管的镜反射，就能看到平常时无法度看到狗啊受积水，所以去个抗药防治，用防止水刺，所以去个顺时水狗啊抗药啊，这拢是防治天狗热的方法。目前台南虽然无本土病例，不过境外移入已经有6例。为防止疫情个滚价，台南市天狗热防治已经提早开始。目前看起来指数并没有特别高，但是都是各地都严加戒备。那如果万一哪些地方的幼软桶的这个病媒蚊指数飙高了，我们就赶快全力去清除。所以说境外已经开始在大烧特烧了，那境内特别需要严加戒备。最近温度高过落雨，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台北蚊仔风险指数出世图分析，今年第16礼拜平均阳性率13.25%，比顶一期增加12.2%，总农业数也增加超过1.3万粒。温度高、雨过多，对于台北蚊仔成长才有帮助，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现在是上升期，而且即将进入那个病媒蚊很高的时期啊。那其实这个天沟的水不一定只有降雨过后才会积水，冷气的冷凝水有些可能就直接排到上面。那甚至说清晨因为我们那个早上的时候会有露水，那如果那个铁皮上有露水，那最后也是会流到天沟，所以这个大概有机会就一定要上去看，不要让它积水。台南市天狗节疫情为去年到即马已经有超过21000例，一直到3月7日才宣布解除疫情，所以佫拄到梅雨季节。另外，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到4月底，全台有163例本土病例，上侪是高雄市134例，屏东有9例。都惊大流行情形佫发生。台南天狗节防治中心4月7日开始，针对查到阳性滋生源的患，已经开出42张的罚单。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去年扩大推动电子册注册服务，要鼓励民众看电子册。民众大概去注册，这创作者甲出版社拢会当得到收入。不过，台语文的电子册目前还真少。前月出版社的主编表示，因为要显示台语的罗马拼音，佮有特殊字，这技术上无遐简单，所以要出台语文的电子册，都要开真侪困难。文化部自2023年推出扩大推动电子册检处注册服务，要推广电子册嘛，邀请名人推荐册单给民众。亲像台湾文学作家朱友芬有推荐5本台湾小说，外水来册房的作者黄进兰嘛伫线顶推荐台语册单，包括大龙头写的台语原来是安尼，田顺聪的我就要来去，甲翻译小说、公版甲偏见等等，加共5本。每一项拢甲伊选过啦，我就无想要讲小说选一大堆，还是散文选一大堆。每一个类别拢选一项，互大家会当看到更较精彩的、更较丰富多元的台语的文学册安尼。黄进来表示，也有真侪优秀的台语文作品，因为无电子版无法度写入去推荐册单，有丰富台语出版经验的前卫出版社主编丁清凤指出，台语电子册也无够普遍。事实上，除了台语文出版品本身就也无够侪以外，台语文作品要伫所谓平台电子版正确显示台语罗马拼音特殊字，也是一个技术上的困境。才有一个听起来的所在，就是变做一点，就是爱的这个第8声就走进去啊。丁清凤表示，这有可能是美编在做字的时无用正确的 Unicode 编码，所以在电子产品要显示就会出问题。目前有一寡台湾的所谓平台有提供支援台语文的字体，互民众在看台语文的时就较舒适。一个盐水原水体啊，一般的读者你若是使用盐水，你会当正常看到这个台语字会当显示出来啊。但是你若是换其他的字体可能台语
台语的这个罗马里，伊有法度显示，就是看起来就会略啊怪怪吼。所以我想讲，就是未来，尤其是咱立体，佮有咱电子系统内底，要安怎互咱的台语有法度正常显示，而且是显示甲真水。我想这是应该大家拢真忙，嘛爱做阵拍拼的一个事工。林清宏指出，若要爱互台语文正确显示，嘛需要字体厂商、所谓阅读平台和电子版厂商各方面互相配合。而且目前在做台语字体厂商多数拢要靠民众募资，伊嘛呼吁政府认真要推广台语文数位化，应当有适当的补助和辅导，互台语作品的字体通有愈多元、愈利便的选择。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办爱母亲讲母语的6周年活动。教育部长潘文忠嘛有去参加。按照讲到最近针对闽南语这个称号的争议，潘文忠讲会遵照国家语言发展法，主管机关文化部若有共识有决定，教育部就会对例调整。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是全台湾唯一以台语为主的园区，今年成立满6周年。园区也结合母亲节举办爱母亲讲母语的活动。正关心台语推广的总统副主席姚嘉文，嘛期待其他县市会当成立台语园区。像讲嘉义啊、台南云林做苗栗关贸人来，不过多数还是中华吼。北县市也希望讲会共款设置这款台语文的这个园区吼。2018年成立的台语文园区，由关怀文教基金会负责管理，是推展台语的重要基地。面对最近教育部以闽南语来称呼台语，引起学者甲民间团体不满的争议，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清玉认为，台语的讲法并无问题。要出席活动的教育部长潘文忠头摆针对这个议题做出回应，表示会照文化部的讨论结果来调整。一直是就是讲台语，就是台湾话。咱客家嘛是台湾话，这就是台湾这个土地这个所在的话语，所以无啥物问题。文化部因为伊是国家语言发展法的主办的单位，伊嘛甲咱国部会啊，目前有一寡讨论的基础，当然会希望讲大家若更较好的共识啦吼。那文化部这边有做这个共识的决定，那教育部嘛会针对着这个名称，也是咱伫学校实施的课程的名称啊，会同一步来进行吼。教育部表示，2023年有针对语言名称调整开过几啊摆会议，但是各母语族群有无同的意见，目前也搁咧讨论。希望大家对本土语言的名称有共识，拢会当接受，安尼稍后的推展才会搁较顺势。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铁道大车兵赛第一城，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下半部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2度，中部地区28度到32度，南部地区28度到37度，东部地区27度到31度。华岛地区22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